台南永康国小今年得到农业部水土保持学校推广示范的认证，是台南公立学校的第一间。学校和学生仔走5关，囡仔哪耍哪学水土保持甲防灾的知识。近2个月有机白菜头总算通采收，囡仔落田把家己的成果拢花头喜面。这是台南永康国小是农防灾的场合，早期才是种白菜头的大本营。为着让学生认捌家乡的产业，学校参农会合作，教囡仔对种地开始建立水土保持的概念。今年伊嘛得到农业部水土保持扩学校推广示范基地肯定，成做全台南公立学校的头一遭。拔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转一转，然后再用力拔上来。有一句谚语就是讲，食饭配永康菜脯，爱欠钱带台湾水母。早期啊，永康区农会遮辅导遮农民有种这个菜头是顶港有出名下港有名声。唔干那教室外是农体验尔，伊嘛利用校内现地的地下室设5大游戏关卡，互囡仔哪耍哪学，把通加深因对水土保持、防灾应变的知识。这个计划是由农村水保署发动，到今推测10档，即阵全国各中小示范基地计共31个。校方讲后续因会甲饮食环境参饮食农业的理念向下定根。迄本册本身就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游戏绘本。咱来做较大型的，就讲用全班做伙耍，袂当讲看了一本册尔，家己迄人咧耍尔。学生可以让他从同才之间的互动，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啦。阮这个水土保持酷学校这个活动推广到全国的中小学，透过这个教育的系统来做好咱台湾的水土保持甲农村再生的工作。永康国小校长指出，这个多元性课程每年按算会做校外推广，甲课程做成电子化传去网络，互其他学校参考。到时嘛开放其他学校来参加游学体验，互学生了解咱伫永续发展顶面的责任。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。